圣诗的头前面，咱显着咱做伙来读来唱。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永远因别个上帝违背我，怨恨我的，我归伫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受我改面的，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第三届，毋通人送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人送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届，着记得安息日守之做圣，6日来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牛皮、精生，以及转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体。第9届，毋通做假的感情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通你的厝边的厝，通你的厝边的某、萝卜、牛皮、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各位请坐。咱做伙来启文，是圣圣诗33，诗篇139篇，第圣诗后壁面。好，咱显着我来启，大家来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做声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你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头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会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夜走，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黑暗甲光明拢平反。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做伙下头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感谢你，搁一摆带领阮经过一礼拜几的时间，
也感谢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无论是伫工作上，还是伫生活顶面，还是个人的信仰顶面，拢会当有主你来保守看顾甲陪伴。也感谢主你，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圣殿，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学乐，做伙来明白学习伫你的话语。兼在阮人真正侪侪软弱欠缺无够，阮也有缘搁一摆来到你面前，求主帮赞，也求主你的圣手临到身体欠缺欠安的兄弟姊妹的心中，也求你的圣手会当来亲出，医治照顾，也会当助力来保守看顾伫因的需要。兼在有侪侪恶当当恶当当的代志，也求主你的圣手有缘会当来移煞搬开。也互阮伫所拄着的代志，拢会当来顺序来进行。主当这个时，阮也有缘会当搁一摆更新来到你面前，做伙来祈祷，也求主你也保守看顾伫阮的需要，也搁一摆会当来到你面前，会当刚强壮大的心志，互阮有够也的信心、开来甲勇气，伫面对这世间种种的挑战内面，拢会当来勇敢来向前行。那这个时，搁一摆用强比顺和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主你会当安静阮的心灵，会当搁一摆用诚实来敬拜学到你，会当搁一摆来领受听叹，互阮伫未来的每一日内面，拢有缘会当紧紧牵条我靠日主，拢会当万行事会当学习来交托日主，也求主保守带领，也搁一摆将阮以下时间也专心我靠，满心的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的圣尊名来恳求，阿免。是学乐，今日圣歌对所带领的诗歌是我要山夜目。
感谢圣歌队所献出美妙的歌声，愿一切荣耀归伫咱阿爸爸上帝。下面咱做伙来恭修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2篇第1节到第8节。诗篇第12篇第1节到第8节，咱献着咱做伙来读来唱。耶和华求你拯救，因为虔诚的人绝人，世间人的中间，忠心的人无人。人人甲厝边讲白贼，用甜蜜的嘴唇，甲良良的心来讲话。耶和华要决断甜蜜的嘴唇，以及讲大话的嘴。因妈讲，我要用指来敲赢，阮的嘴唇是阮的，一嘴会做阮的主啊！耶和华讲，因为困苦的人烦恼，甲丧亡人的宝贵，我担要起来。伊要切切阴无稳当的所在。耶和华的话是顺转清气的话，亲像云伫土的路锻炼断过700。耶和华，你要保护因，要保佑因，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无中用人可生伫世间人的中间，就歹人伫所在得行有。好，以上愿上帝祝福有教义话来行的人。下面是林牧师要来讲道，今日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上帝的话 VS 人的话。将以下时间交咱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这本的圣经分做新约甲旧约，是有几卷的，一共几卷？66卷，3、9、27，加起来是66卷，66卷的这个经文，安尼来组一成的。这几礼拜，咱会先讲会读经本。迄个进度来到咱的这本圣经内面，上界长的一卷，上界长的一卷就是诗篇。咱的圣经66卷当中，上界长的一卷就是诗篇。这个诗篇是内底，这内底有几个特色，伊有上界伊有上界长的篇章，就是119篇，诗篇119篇，拢总有几节？大家知影无？诗篇119篇，对第1节到176节，上界长的一段伫咧诗篇内底，总是伫即个诗篇内底嘛有上界底的经文，大家知影上界底的伫咧倒位吗？诗篇117篇，117篇第1节甲第2节，是上界底。伊咧即本的迄个诗篇佫拄好是伫咧圣经的安怎？上界中间显开，你就是诗篇圣经甲伊显开，你着所看到就是诗篇。诗篇拄好伫咧这66卷的中间，会当讲是拄好上界中间的一卷。而且牧师先来简单介绍这个诗篇，伊的背景甲一寡特色。这个诗篇拢总收集有150首，150首。按上帝祈祷、学乐、敬拜、悔改认罪，以及按上帝来讲出伊心内底的这个感受，一
充满真济的感情，所收集起来，应讲是诗歌本，诗歌本。好，这个诗歌大部分拢是用上帝祈祷的这个形式来写成的，内容伫遮有表达出诗人伊对上帝的信赖、敬拜、感恩、乐乐以及期待，阁有甲上帝搁较深的即种的渴慕，有诶表达出来是啥？是诗人当伊咧奔走人生的即条道路的时阵，兄弟姊妹，当咱咧奔走人生即条道路的时，你嘛甲伊共款，拢会去拄着济济的啥艰难挫折，拄着济济攻击，也是拼搏。伫咧迄个时，迄个诗人对内心深情恩主来祈祷，当伊感觉足灰心、失志、忧伤，也是惊吓，也是焦虑，也是感觉受着侮辱，身躯有病痛，也是无奈、无力、无法度的时阵，伊伫遮来呼求即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力量，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上帝，求上帝你伸出你的双手来拯救、来帮助、来医治、来伸冤。也阁有一寡的诗篇，是诗人对安尼宇宙的中间看见千神万物，伫遮充满上帝奇妙的作为，伊用安尼来娱乐、来感谢的遮个诗歌。伫个诗篇内底，某一部分几篇内底提到讲有关弥赛亚要来的即个重要的即个预言。兄弟姊妹，你知影诗篇的头前是对一段的圣经？诗篇的头前，前面约伯记，大家会记得约伯记哦？约伯记了后就是诗篇，这个顺序互咱感觉讲真正有一撮奇妙。因为各位咱知影，约伯记是咧讲什么？约伯记咧讲着人伫即个世间，有时你行公义、行正直，总是你嘛去拄着苦难，你嘛去拄着打击，伫即个问题。所以约伯记来讲着苦难的问题。咱人生什么人无拄着苦难呢？阮有一个牧师朋友。伊的查某囝出世的时，只有600公克，巴掌儿，所以这个囡仔常常拢爱出入病院。因教会有一个会友感觉真摇移，就问因牧师讲：牧师你遮尔疼上帝，啥怎上帝互你去拄着即款的代志咧？因这牧师嘛足直的，牧师就讲：毋是牧师拄着，无敢叫你去拄着了。毋是牧师拄着，无互你拄着。伊讲互牧师拄着，总比互你拄着较好啦。即马即个巴掌儿，即个囡仔已经大学毕业嘛已经咧做工课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讲其实信上帝的人，咱信上帝的人，并毋是讲咱袂去拄着什么艰苦，袂去拄着什么病痛，袂去拄着一寡失望挫折，毋是讲咱拄着咱是信上帝的人，上帝就甲咱固守甲好世界，其实嘛毋是安尼讲因为安怎咱伫遮来讲的就是讲，信上帝的人毋是袂去拄着困难，总是伫个困难的当中，咱有啥物？咱有上帝通做咱的倚靠咱有上帝通做咱的倚靠。
所以有一句话讲：你向前看，看起来是困境；四面看无路，总是这个是当你看头前，看你的顶面，你要看见啥？上帝有稳定，上帝有稳定要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人生要走创的时阵，你有时个看到讲，每一个阶段拢有需要面对的困难，拢有需要面对的困境，会艰苦。咱每一个人吼，其实拢是足脆弱的，足软正的。当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有时咱感觉真恶得担当。这个时，你着爱亲像诗篇内底的诗人，你爱会记你来到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遮来按伊来祈祷。这个祈祷跟哪亲像啥物？哦，各位，咱讲弹力球，弹力球就是安怎落落去，伊会安怎跳起来，是无？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你若是亲像玻璃球共款，玻璃球弄落去，就安怎破糊糊、脆糊糊啊！哇，啥拢害了了。总是咧，咱嘛毋是甲家己变做敢若无敌铁金刚，拢无感情，安尼别人拢无法度来伤害我，我嘛安怎变做电酷酷，是无？咱爱亲像啥？弹力球落落去，佫会安怎跳起来？伫咱的困境中，伫咱拄着即个困境的时阵，即个困境要因为上帝甲咱相隔伫咧，因为有上帝的帮助，咱就会当安怎对即个困难的当中得到成长，得到向前来终止。这就是咱行踏伫人生的当中，迄个信仰带互咱的快乐甲帮助，就是要互咱亲像弹力球一样，安怎落落去、跳起来，无伤害，佮颠倒得到快乐，得到帮助，得到成长。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信仰就是要帮助咱。互咱伫咧困境的时阵，无伫遐变做哇一筹莫展，你毋知要安怎是好，是会当有更较高度的眼光，就是用上帝眼光找到你生命的出路。留落遮的诗篇的诗人，因拢是美好的见证人，因通过时光，因借着祈祷。来建立上帝所收束互因真实的平安内底，帮助因有坚固坚强的信心甲勇气，会当行过苦难，赢过苦难。今仔日咱所读的这诗篇，咱照这个诗人祈祷伊的方式，同款来祈祷，同款要互咱得到上天的快乐甲力量。伫祈祷的当中，上帝要陪伴咱，行过咱人生的酸甜苦辣，互咱安尼感觉，哎呦，这咸酸甜是怎样足好食的。所以兄弟姊妹，诗篇的作者是什么人呢？其实诗篇150篇，伊的作者足侪。那根据这个圣经学者伊的整理甲统计啊，认为有表明。来注明讲是大卫写的，拢总73篇。若写讲阿瑟、亚瑟，伊写的有12篇。可拉的会写10篇，佫有写所罗门的2篇。希曼嘛是可拉的后裔，以坦佫摩西拢有1篇。也毋过咧，当中也佫有50篇。无写作者是啥物人，毋知影作者是啥。关于即个诗篇的分类分类，这拢是互咱知影者。一般圣经学者普遍会当接受的有5种。第一种就是有关哀歌，也是祈祷的诗，包括个人甲会众。佫有感恩，懊恼的诗，包括个人甲会众。
啊有我靠上帝的诗篇，啊嘛有圣诗，耶和华做王，有关耶路撒冷的诗篇，甲有关王的诗篇，有诶嘛是有弥赛亚的诗篇，阁有教导，也是智慧的诗篇。因为即个作者真济，所以即个诗篇写作的时间嘛非常的长。一般讲起来，咱讲头拄有讲到摩西的诗篇，对无？摩西的时代差不多是主前1400多年，离咱现在是3500年的时间啦。3500年，这上早的这诗篇，一直到因受掠去到巴比伦，差不多是主前580几年左右。虽然这大部分的诗篇，毋是为了写历史，记载历史的事件、史诗，毋是历史的诗来写，也毋过这个诗篇内底嘛有真济写着以色列人因的历史，内底嘛有记载，譬如讲大卫互这个扫罗王追杀的这个诗篇，也阁有大卫甲巴西巴犯罪，内面嘛甲伊犯罪这个这个悔改的诗篇嘛甲写伫个这内底，所以咱伫遮安尼来看，总讲一句，这个诗篇伊伫整体上所要表达出来主题，就是人伫个艰难的困境的当中。按一个全能的主上帝伫遮来呼救，并且伊伫遮看见上帝传出伊的圣手来帮助甲拯救。伫遮的诗篇的当中，咱所听见的，毋那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因的呼救，会当讲是全人类共同的心声。因为咱人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感情，拢有即款的迫切的需要。亲像咱今仔日圣歌对所吟的即首的诗，就是出自诗篇121篇。我要夜目毋煞，我的帮赞是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甲地耶和华来，伊袂互你的骹摇踹，保守你的脚袂顿眠。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个拄着艰难、伫个困境的当中，咱爱不断反复来吟唱这个诗歌，互咱的诗歌，你的心爱有这个诗歌伫个你的内底，渐渐你内底惊吓，就会安怎？就会甲伊赶出去。以前牧师曾牧师讲伊做兵的时阵因迄军营伫个蒙仔埔的边若是定定3更半暝爱行迄个蒙仔埔转去的时伊拢安怎？大声唱歌啦，学了上帝啦，哪唱哪大声，唱诗歌，唱诗篇。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拄着惊吓的时阵，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爱用诗用歌来学了咱的主上帝。伫个圣经内底甲咱讲，耶和华做王，伫个人的学了的中间。当咱伫学了的时阵，咱要看见上帝要为咱伫即个旷野开道路，伫个沙漠要开工课。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吟即个诗歌来帮咱，互咱就算讲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无惊害，嘛无惊吓，因为有咱倚靠的是迄个上天的开力甲帮助，互咱的人生会当安怎逆转胜。所以兄弟姊妹，诗篇就是即种按世间人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今仔日帮赞即个诗篇诗人的即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同款要来帮赞你，同款要来帮赞你，甲你同齐来行过
咱人生会遮的坎坎坷坷，互你每一步拢有稳定，家己上家己的。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第12篇，伫即篇内底，伊的注明讲，这就是代表的诗。对即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咱伫遮知影，代表即个人，伊是出世伫伯利恒的以法他即个所在。伊的老爸叫做亚西，亚西有8个后生，8个儿子，8个后生，即个代表咧排行上界煞尾，老幺会老幺敢会互父母特别疼，其实无一定啦，因为伊7个哥哥拢非常的优秀，结果即个代表就真做受人看轻、无受重视，迄个自细汉就互人派去做人抗野踮遐咧，饲羊仔啦，做即种的粗俗的工作。兄弟姊妹，你有互人当作空气？空气，你有互人当做空气，迄种的感觉有啊无？捌互人当做过空气，食饭的时拢无人想着你，即种的感觉是安怎的？代表就是迄种互人敢若看无看见的迄种隐形人啦，隐形人，总是咱知影，代表伊徛伫个孤单的中间。伫遮来学习倚靠上帝，兄弟姊妹，有时咱嘛是拄着即个感觉足孤单、足寂寞的时阵，敢若是心事拢无人知影，迄种的毋知咧甲谁讲的时阵，请你爱会记得上帝咧听，上帝咧看顾你。所以咧，即个代表伫个孤单的时，伊来学习倚靠上帝，伊的心智就伫个不断的甲上帝亲近的当中，伫遮来成长。当迄个祭司撒母耳受上帝差派去到亚西伊兜，讲要来交我即个未来的以色列君王的时阵，无人想着伊，因老爸拢无叫伊转来。到即个撒母耳讲，你毋是搁一个囝？好，对哦，搁一个较紧的去甲叫伊转来。所以伫个7个遐尼优秀的中间，上帝来指示讲，迄个以色列未来的君王，就是迄个幼嫩的即个代表。当时差不多17岁，17岁，即个年轻的代表，伊有一届，伊的老爸吩咐伊去军营看伊的哥哥，哥哥甲扫罗王伫遐来做兵。结果听到迄个大汉人，大家记哩这个故事歌利亚伫遐来毁灭耶和华的军队的时阵，代表出来这个歌利亚来挑战。哇！竟然用一粒石头就拍死迄个，互以色列人惊40几天的迄个歌利亚。当伊一战成名，成做以色列最伟大的战士的时阵。却嘛因为众人讲啥扫罗杀死千千，代笔杀死万万，用安尼来恶乐代笔，结果互当时的扫罗王足怨毒我做王呢，我竟然杀死千千，迄个牧羊的做迄个饲羊仔的即个代笔，竟然讲人恶乐伊讲杀死万万，迄个嫉妒。互即个扫罗对伊安尼追杀大笔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即个大笔的人生一路行来哇！各位，恁绝对甲伊无法度比的，实在是经历济的磨练。所以，因为伊经历济磨练，到后来伊才有法度成做即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当伊伫个一段的即个困境的当中，最大困难的来源就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上帝，正做伊的帮助者。
当咱来了解这个代笔的背景，你就较会当来理解，当伊咧写这个诗歌的时的心境。这个诗篇第12篇第1节到第3节，伫遮伊安尼讲：耶和华求你拯救，因为虔诚的人绝落世间人的中间，忠心的人无啦，人甲厝边讲白菜，用甜美的嘴唇甲2样的话来讲话啊。啊，个而且讲耶和华要挂断甜美的嘴唇，以及讲大话的子。兄弟姊妹，请问，当你咧读这篇的诗篇的时，你会感受是啥物？你是毋是嘛有感受到讲诗人伊心内底有一种的担忧，一种的惊吓，一种的不平，一种的受气？有一句话，咱讲就讲啥？人言可畏啊！人言可畏，哇！这四字真重，真重。每一个人拢无爱互人伫遮一点点。迄心内若无够坚强的人啊，甚至会互人的语言的这种的霸凌，逼甲去自杀。这咱伫新闻当中看真济。咱嘛会看到讲，有诶去接到迄个诈骗的电话时阵，哇！互迄骗术讲安尼，团转，我心内底定甲要死。哦，咱捌看过一个新闻啊，来伫遮讲着讲，伊诶囡仔明明就伫咧边仔咧看电视，毋过即个妈妈接到即个诈骗电话，讲因囝去互绑去的，去互讲甲咪咪毛毛的时阵啊，哇！妈妈嘛惊甲目屎一直流一直哭。哦，迄种的言语的可怕，迄种的力量，咱若是捌接过诈骗集团，可能你拢感受过。所以兄弟姊妹，迄个言语带互人的即个恐吓，代笔的处境嘛是安尼。因为即个代笔出身是一个秘密，伊就是一个顾洋的囡仔嘛尔，伊就是一个顾洋的。所以，当伊成功的时阵，当伊一战成名的时阵，有人就会安怎边仔就话了，讲开始啊，哎哟，这好运啦，哎哟，安怎，咧讲甲一大堆。所以伫遮有时安尼来讲你着好运气好，好狗运，讲即种当伊失败落难的时阵，就有人安怎落井下石。用石头搁甲伊钉落去，甲伊攻击，甲伊，互伊安尼侮辱伊。所以代表伊看见啥？看见伊所徛在即个环境，是一个欺骗、讲白菜的环境，无有诚实，无有忠信的人，无有值得伊会当信赖。每一个人讲各怀鬼胎啦，拢咧为了家己的最佳利益伫咧拍算。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读到这个诗篇的时阵，想着讲撒母耳记上19章，伊迄落来记载啥？这个以色列王啊，就是这个扫罗，伊嘛是安怎做甲王的身份，嘛几啊届来咧欺骗这个代笔。扫罗王捌公开讲啥？若拍败打败这个大汉人歌利亚迄个人，会带王的查某囝，结果这个代笔拍赢这歌利亚，扫罗王无遵守伊的话，伊甲伊的大查某囝嫁互别人，后来知影伊第2查某囝足介意这个代笔，就叫代笔讲你去杀100个这个非利士人做聘礼。其实是想要借这个非利士人的手，要安怎？要除掉代笔啦，除掉代笔。咱阁看到撒母耳记阁22章有记载讲，当代笔人因为这个扫罗要杀伊就走，伊就紧走，毋通踮咧遐点向杀咱就爱会晓走，迄代笔就走去到拿别的迄个祭司阿希米的迄个所在。
啊，即个祭司好款待伊，互伊食一丝啊，即个物仔吼，结果有一个异动人叫做多益啦，看到即个代志，就走去甲迄个扫罗王告状，结果即个扫罗王啊，就甲迄个南北迄个城内底的祭司以及遐个百姓，拢总安怎杀了了，即个扫罗王为了家己，为了要互伊的囝会当做王，伫遮来出卖大兵，要来将大兵来杀死。啊，遐个原本啊，迄个伫个战场中，伊嘛有一寡部下，嘛有一寡军队伊的人啊，看到即个大兵王，看到即个扫罗王啊，安尼要来杀大兵，即种的态度，嘛是安怎？看风就爱转风向啦，对吧？那敢若墙头草共款，风遮吹就紧射去遐，就紧射去遐。所以大秘伫遮，伊感受着讲啥？感受着讲哇，无人，无一个忠信的人。兄弟姊妹，你捌互人背叛过无？你捌互你的朋友上介好的哇兄弟，哇即个闺蜜，伫遮来欺骗过迄种的经验过无？其实咱知影，人性。人的性情，因为罪因果，人是自私是贪婪的。绝大部分的人是为了家己的利益，甲家己的想要做啥迄落，做出这种背叛别人的行为啊！所以啊，当咱若是拄着即款的代志啊，唔通踮咧遐一直艰苦心啦。你就知影这个就是人性。你就唔通一直伫遐悲伤。你知影人的性就是安尼，是真普通，嘛是真正常的。人会踮遐讲东讲西，嘛是拢为了家己的好处。你若了解咱人的软只软弱，咱就袂去因为安尼受伤过重，反倒会对迄个讲东讲西的人生出怜悯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要来看的是讲，你咧听的是人的话，还是上帝的话？人的话有时会刺伤你，总是伫即个时，你要怎样？来到全能的主上帝面前，上帝的话要来安慰你、帮助你。所以诗篇14篇第4节，伊伫遮讲着讲啥？讲因捌讲，阮要用啥？阮要用即个喙齿来看赢，因为阮的喙是阮的，阮要讲啥，阮就讲啥，什么人会当做阮的主？所以你伫遮看着讲夸口的人，伊的心就是安尼。兄弟姊妹，你知影一句话，即个字的气力有偌大？一句话讲出来，你会当亲像冬天的日头。温暖人的心，你嘛会当亲像一支来刀呢，甲人的心安尼挂甲支离破碎。俗语咧讲心歹无人知啦，喙歹安怎上厉害。所以家己咱爱真谨慎，心歹无人知，喙歹上厉害。人一听就讲，哎哟，你这个人哪安尼所以，咱逐工拢咧讲话，咱就爱思想看，咱所讲出的话是带互人温暖的，还是带互人伤害？无私相信，咱一定拢有互人用即个言语话伤害过的经验。比如讲囡仔细汉的时阵迄若是囡仔无乖，咱父母有当时拢安怎讲呢？你个踮遐吵？要叫警察甲你关，掠去关嘛嘛有当下讲啥？你阁无乖，就要甲你带去粪扫桶，甲你带去啥？等等哇，咱中间偌侪人是安尼去吓惊大汉。兄弟姊妹，有时咱做父母安尼凊彩一句咧甲伊恐吓总是你毋知影即个惊吓伫个囡仔的心内底会囥偌久，迄毋是你所会当知。我以前阮父母
吼，我有甲咱讲过，我以前吼，阮福音有一台迄个飞机小飞机足爱，踮遐咧耍啊吼，伊安尼爱上英文课啊吼，抑搁踮遐咧耍迄啦。哇！我当阵吼少年火气较大吼，起一个甲伊的飞行机摔害去，你知无？迄是小学，毋知3、4年，我袂记啊，3、4年的代志。人伊到高中的时阵，抑搁会记你讲妈妈甲伊的飞行机摔害去，安尼甲伊骂。所以囡仔有当时啊，藏伫心内底，迄个伤害啊毋知偌久。我应该甲福音对不起好几次了啦，福音，要求上帝帮衬。撒母耳记17章第20节甲30节，嘛有记载讲啥？讲即个大毕啦，照因老爸吩咐，摕食米去看伊的哥哥，伊的3个哥哥咧做兵啊，当伊听到即个非利士人咧辱骂上帝的时阵，就问边仔的人讲：这到底是安怎？哇，因哥哥就足无客气的讲好，你安尼有够迄个教会咧创啥？你来遮创啥？你伫咧旷野迄几只羊咧？我知影你足骄傲的啦，你心内底有歹你是遮是咧来看人怎么受罪。所以大卫伊的哥哥就是安那，感觉讲，你啥拢袂晓，你不知天高地厚，用迄种的来甲伊来甲伊贬损。所以兄弟姊妹，有时咱嘛想看卖，有时咱也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有人来甲你泼冷水，甲咱讲，哎哟，你哪有法度啦？讲一大堆啊，你迄个热情嘛安怎花去啊，所以兄弟姊妹。虽然拄着即款伊哥哥，大卫的哥哥啊，安尼甲伊讽刺啊，总是咧，大卫伊安怎？伊的心内底，因为有上帝真侪伊的倚靠，伊都无互遮的言语甲伊安怎思想甲伊讲倒，伊安怎用安尼温柔的话语来回答伊的哥哥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要做成一项代志的时阵，有时控制心内底迄个愤怒，生气，因为当有人甲你讲有诶无诶时，一定足生气诶嘛，会当控制咱即个情绪是介重要。所以大卫伫咧压力太阳高利亚以前，会当来控制家己诶情绪，无因为别人讲话来甲伊损伤伊就安尼累积失罪，这实在是比拍倒高利亚搁较有价值。兄弟姊妹，即个使徒保罗当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共款嘛拄着真侪人的批评，无了解伊的人的批评，犹太教的人批评伊，连基督徒甲伊共款一基督嘛是拢会批评。所以咱看见保罗伊伫咧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30甲第40讲啥？讲我互恁论断也是互别人伫遮来论断，我拢掠做啥呐？极小的代志，连我家己嘛无要论断家己。我虽然无感觉家己有啥物毋对，总是我嘛袂当讲我拢无毋对啊，总是判断我的是啥物人？是上帝，兄弟姊妹，请咱爱会记，判断的是上帝。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你永远毋通相信别人对你的遐个任何的即个批判，迄个人包括你家己，因为有时别人对你的评价，讲你好的所在，也是讲你无好的所在，迄拢是人对你表面的看法，了解利益。有时连咱家己嘛无了解咱家己呢，顶一秒想安尼，下一秒检查你心就搁改变啦。所以咱毋通来去检查别人所讲的，只是伊迄时的想法，时的想法，无了解你真实的感受。如果咱想过看重别人甲咱讲这讲迄的时阵，甚至侵蚀，哇！你讲的就是对，
咱就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哪敢若甲魔鬼也好，签一个限制家己的契约。若讲啊，我就无法度，啊，我就是袂使，我就无可能，我就安怎？这兄弟姊妹，只有创造你的上帝上了解你。上帝所应允互人的，互咱的，是咱的性命，是要丰盛个富有。所以咱嘛唔通，互遐个咧看轻你的人，用言语甲你限制，互咱的性命变做会压个亏。求主帮助咱，上帝话，互咱的性命空阔，搁较空阔。所以当世人伊想到世间人咧讲出的话，拢安尼用白贼、用欺骗、用迄个骄傲、用夸口，伊的心内底感觉忧伤。总是忧伤过了后，兄弟姊妹，你爱做选择，就哪亲像即个大卫，伫即个时伊做出选择。伊选择怎样？要甲伊的眼光转向上帝。你的眼光，你的目睭看倒位，甲伊重要。你的目睭拢咧看人咧讲东讲西，还是你的目睭看到是上帝要互你的应允？所以诗人伫个第5节到第7节，伊讲，伊伫遮安尼讲，伊讲耶和华讲，人世间人安怎讲安怎讲，总是耶和华。上帝安怎讲？上帝讲啥？因为困苦的人的冤枉，甲丧向人的吐气，我担袂起来。上帝讲，伊听到困苦人的吐气，甲遮的冤枉，伊要起来创啥？要起来，甲因安置伫因所切切羡慕稳当的所在。而且上帝安尼讲，所以兄弟姊妹。你看见诗人，伊到尾选择什么？伊选择伊要听上帝的话，伊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伫第60个时，伊讲耶和华的话是顺全清气的话，那亲像云伫个土的炉里锻炼过7摆。伫遮讲耶和华求你保护因，你要保护因，要保护因永远。脱离这个世代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人生的软正软弱，有时迄个自私、迄个骄傲，会互咱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讲话，来兼差讲欺骗，兼差讲刺残的话。有时咱的表里不合一，讲的甲做的无共款，有时嘛是拢会安尼。总是咱唔通因为安尼来灰心。因为有上帝话真侪，咱可以来甲保护。诗人伫遮看到上帝会做啥物？第一，伊看见上帝会针对即种讲白贼的人会有。第二，伊看见上帝要安置遐个困苦的人，将因放伫个特动的所在。第三，伊看见着讲啥？上帝的话。是哪敢若锻炼过7摆，就是完全会当来信靠。兄弟姊妹，你爱听人的话，还是爱听上帝的话呢？如果你若是爱听人的话，咱就是甲家己交伫人的手，到尾人的话，真侪时阵会甲咱伤家，规身躯拢伤痕累累。总是，如果咱是爱听上帝话，咱就将家己交托伫一个全然可靠、值得信赖、全能的主上帝，伊会保护你，互你有智慧来脱离这个世代遐会欺压你的人。兄弟姊妹，当真侪人你看起敢若讲的话，拢心甲喙无共款。所讲的话，互人无法度相信的是，咱即时嘛爱问咱家己，咱口中所讲出的话，是毋是值得互人来信赖呢？无有人爱互人欺骗，总是真侪人拢会找理由、找借口来支持家己讲的白贼是有道理的白色谎言。有时讲真理并不重要。
看你相信啥。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家己嘛爱问看卖，我是毋是一个敬虔的人，是毋是一个忠信的人？咱是什么款的人，嘛决定咱会讲出什么话。总是咱嘛毋通讲啊，诚实就是什么话拢讲出来。有当时有当时咱讲用疼心讲诚实话。你要讲即句的时阵，请问你祈祷啊未？请问你讲即个话，是毋是有上帝听伫你的内底？是确实为着要帮助伊？若无有时，咱讲的话会引起济纠纷，咱实在是会当选择毋免讲，毋免讲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用智慧的心来讲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要来帮咱、鼓励、安慰、劝勉人，嘛是要甲人带来到上帝面前。咱即时三甲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话，当人的话、上帝的话，常常伫阮的内心咧有冲突、咧真正的心。求主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来选择。主，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帮助。你的话要诚济阮生命的光，要照光阮的黑暗，互阮会当哪来甲主哪亲像。求主帮助，常常安来轻调主的话，诚济阮的快乐。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所带来的美好的信息，互咱会当伫每一日当中会当来实践。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献开圣诗，成圣诗193首，有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来用全首。
各位请坐。下面是奉献，请咱特技师来带咱今日奉献。请咱来起立。咱同齐阿头来做奉献的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经过一个礼拜久，阮都一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献上感恩的祭。阿爸爸，感谢你，保守阮，看顾阮，互阮就一个无容易的时阵，有你来陪伴，甲阮同在。做你，互我靠你的人大有平安，你所想事的快乐，赢过人有济济五谷甲成就。主，阮感谢你，若即时阮嘛要奉献阮淡薄的金钱，求主你感纳来成做教会事工的路用，嘛祝福伫逐项的事工，祝福阮教会兄弟姊妹逐人拢伫咧有你的祝福的顶面继续来奔走这个天路阮安尼奉献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尊名来求，阿门。各位请坐。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来看着咱做伙来读来请。耶和华讲，因为困苦的人会冤枉，甲丧凶人会吐气，我担袂起来，安置伊伫伊所切屏幕稳当的所在。诗篇第2篇第50。来，过一摆哦，来。耶和华讲，因为困苦的人会冤枉，甲丧凶人会吐气，我担袂起来，安置伊伫伊所切屏幕稳当的所在。诗篇第2篇第50。好，咱做伙来献开咱的手报，来看内面的报告。第一项，邀请咱全体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会前的祈祷。主日的时，请专心敬拜上帝，莫过来使用手机啊。咱总牧师受中会差派，前往埔基教会主日礼拜，请为这项代志来代祷。礼拜后第二堂的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来服侍。礼拜后妇女团契第4楼聚会，内容是练习，主日是活节长老，也欢迎姊妹踊跃来参加。第二项，6月7日拜三上午10点，伫教会3楼有新眼光的查经班，也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参加。第三点，参加中会传道部伫6月7日礼拜六上午9点，
伫大稻埕教会来举办进阶的中级训练的同工，请当日早起8点15来教会集合，来做伙坐火车来前往。第4项6月11后一个主日下晡3点，以办事执事甲心爱祭府上来举行感恩家庭礼拜，也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来当来播放参加。第5项，抗日团契定伫6月18主日下晡3点半，伫教会3楼有举办4到6月份结婚纪念分享会。下晡4点半要来前往炙烧牛排馆来聚餐，每一个人100块，请阿文姐来报名来缴费。第6项，6月25主日是咱教会所定的社青甲青少客的关怀主日。当日举办今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请兄弟姊妹来备办心，来甲主耶稣同齐祷，纪念主的疼。当日也是毕业生的感恩礼拜，今年的毕业生有高中、立林、国中、圣慈、国小、瑞泽，求上帝保守，因带人生新的里程碑，日常教育稳上加稳。礼拜中间也要为着儿童英语的夏令营所需要的经费来拨款，请咱兄弟姊妹来做伙来参与这项事工。第7项，总会青年部定伫8月25到27，拜5到礼拜，伫高雄真福山举办全国青年的查经营，主题是五山采药，费用每一样2000块，欢迎咱青少年也是咱大专生，会当对查经班查经的部分有兴趣的，来当来报名。时间伫7月31，额满截止，咱教会也有补助。第8项，大洲长老教会伫6月22拜四，早起9点半到下晡2点半，要来举办欢庆150周年泸州马街日的活动，欢迎有时间的兄弟姊妹当来参与。第9项，咱圣经的听创题范围是咧诗篇13到18篇，欢迎使用6月份的9号到15日的新安宫经文的金句来导读。本周的受请有6月初4的思轩，6月初6的心仪，甲慧婷，甲6月初8的丽娟长老娘。甲6月初9小蝶，甲6月10号的慧珍，有点中间无？来请起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李冠长老娘日子可能拍了唔对去后壁来做伙来敬重。好，下面是咱同心大祷的时间，请咱牧师来带咱做伙祈祷。这是请咱起立，咱同心来三体大祷。是阮听头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将这个祈祷的权柄放伫阮的手中，互阮会当借着祈祷来亲近你，借着祈祷向主求求快乐，求求力量，求求智慧。主阮也求求你，当阮这个身躯软弱软弱病痛，阮也求求主你来医治，来帮助阮。主啊，阮要将阮教会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主的手中，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来起造诚做蒙主蒙福的教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做健康的门徒，用实际行动将这个疼带转来伫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诚做一个有疼有望的这个记号。主，阮也为了阮教会所推动RPG。
复兴小组的大岛，也求主一只来帮助阮，常常将阮每一天一寡代志，无管大事小事、繁杂的事，主阮拢要带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帮助阮。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愿将一当工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甲因的后事，拢总交托伫主的手中，帮助阮出入平安，入也平安，帮助阮伫个经济各方面拢无有欠缺，帮助阮会当满心喜乐，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阮也为着新版希望教会开拓时间来三体祈祷。也为着教会适婚年龄的青年，也归求主为因来陪伴适当的对象。主，阮也求你来看顾，阮为着出国的这些兄弟姊妹，有洪怡、若文、义文、子婷、依山、彩云、国强、伟丽，也是志宇、重启专家、文腾、义金，也是洪瑜、梦如四人因专家，阮拢求主帮助，互因伫国外也会当找到一个教会真侪因的即个属灵的即个会当来安顿的所在，互因伫国外凡事拢会当亨通顺利。主，阮也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三体来祈祷。有即个翠椒姐李希姐，阁有莲椒姐、思如、翠兰姐、姓三兄阮燕意姐身躯嘛无爽快，阁有蔡凤姐、素菊姐即个秀丽姐也是丽玲姐。香梅阮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阮也阁有几个姊妹伫遮要来考教师的即个证照，也拢求主帮助。也阁有考大学的，也拢求主看顾，也阁有确诊的兄弟姊妹这边的施恩，拢求主施了稳定伫达人的心中，互阮照主所爱得到万心所求，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由愿徛伫来作为回应诗。奉着主灵带我脚步，把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奉着你甲我大步保护，让我心险的是正，让我搭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是别人，这是我灵性的天望。我是教导。就用主的话真侪，恁会快乐甲帮助。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性情相通甲感动，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底。对这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礼拜到这，各位兄弟姊妹，请坐，袂倒。